本上刻着三字刘若英。刘若英，咦，她不就是汉中兵家的千金吗？真是。相公，你常对我说，对小姐从小与你同窗读书，怎么如今都不来忘了呢？本君，你哪里知道啊？自从他入京当，两家团结不来往，从此我俩一分手，至今已有无再长。但不知时光消逝，生死路。听说他前往的路已到江，彼此之间无此来。愿从远离再出江。哦，是来。此次上来，小姐定在花园之中，要不进去看看？并不无你，正好与他相见啊。这个，对，相公，你据说玩他这个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对我还给予他，不就可见到他了吗？文静，你真聪明，为家种种忧伤，先到前面问问去吧。呀是里夜生死何不管，我与他成着万两不留影中秋夜丹桂飘香送芬芳，我与他闻香做到玉润君，年冬在西飞满天，
起西人小雨水。莫非玉英来了？待我多过一旁看来。请问谁见此人方名？咦，你来外间，还是来派请的？奉上性命做什么？不对上性命，正好随便外间。我要亲手交完本人。这话倒有点道理。没有道理，小生我就不识了。哟，看你胆子不大，这张嘴倒卖脸。奇过，奇过，真是个死呆子。
即将无事。小弟见俺与下落了，侬是被他收去的。你离开他晚就是。他是若不要教外本身，我不杀小弟性命，他就是不肯外见。哎呀，你不先问问他是何人？哎，我去问嘞。喂，我来问你，你姓甚名谁？小生龙滚宝。什么？你叫龙滚宝？原来我家小姐船上失去的龙公子，就是你呀！真是小生，真是小生。是一回忘去吗？你早也是龙滚宝。今天见了面，怎么反倒要回忘去，连见都不要了呢？姐姐啊，你去告诉他，结婚之上他与我的性命，叫他交给你就是。是。龙公子，我家小弟名叫何月英，结婚之上可以他的名字，你就叫记我吧。我要面交本身，请你回禀小姐。龙公子，我家小弟他就在这里，与我，你自己当面去吧。我起来了。四妹，原来是龙家师兄。我与你送节来了。多谢了。小弟，妙龙公子在此等我，我们去就来。四妹，师兄请坐。四妹请坐。一笔多年，想必一切都好。好师兄之恩，倒是好的。师兄文上想着他也长进了。四妹呀，自从两老把酒动，我文章才思婚，年年交谊总家园。到那边竟能配上情郎。什么可亏上金轮，横在铁人当当来龙滚，如曾遭李无春。师兄啊，今日里许两家恩与缘，父辈恩怨，父辈事，你我前世必有情意浓。实在见你一箭上吊，想不到多年不见，四妹成为军国英雄。师兄夸奖了。至于师兄满身
就为心气顺，心气顺，心气顺，我这里从佛结婚三所愿，神探一望探死一朝从前西来路，上街约束相结婚。岁岁大当难辛苦，见四妹妈妈情意浓，分明深情是当初，我有心常见把情意。啊，四妹。师兄何事？有只空碰得了女娇这有了，有了。一代相聚一心忙出一年身心上水扎下恨相聚。别大之门，至今送与四妹已2年。师兄可把相聚证明与心事快快来就是情不求不断来顾，兄妹不相聚。
女婿。莫非她就是那愚公的女儿吗？正是。这正是一托良缘，天赐母啊！哎，少爷，弄啥天赐良缘配给谁呀？哎，我配给少爷我，他还能配给谁呀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他配不上我。配得上，配得上啊！少爷可能非不想把你挑一，他是本归官良，他不管得人杀将平民，谁几多？是。随我提亲到黑府。说才能家来娶亲，女儿终身配好门，从此倾家尽地心，我非与靠山同用力，七八喜喜到夫人。父神啊，啥才来了娶亲人，为我女儿把门登，郎才女貌真相配。老夫我手下聘礼许终身，3日之内进去，天助之人进门。老爷已用婚，老身陪你也欢喜。龙冠宝真是很定什么龙冠宝？老爷，你不是答应龙家的亲事了么？什么龙家翁家？我是把他许配人家了。人家是啊，当今兵部大堂，人中娃之子龙必争。恰原来当官里的龙错人，老爷啊，昨日你女儿来告别，怎将相聚定终身？龙冠宝记着王妹来。这话告诉你，龙家也曾来杀亲，被我回去了。老爷，不必多言，我已一句不必跟。冷必正轻松聘礼，一到客厅，立刻送上门，将此事告诉女儿。终身大事，非同儿戏。女儿的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哼，山中四德本是故兄，我的脾气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
本事，你自己的女儿死去。哎，气死我也！来呀，宋天理上来！许多了，青青，你速速前去，将龙公子推请来，一起想个办法。是，小心谨慎，所去所为。知道了。从来好事多么难，爱好情非岂不难啊！怎恨弟弟贪富贵，情不顾女儿终身，白长妹。小弟，我将李出门，刚好碰上龙公子，他生也有件事告诉于你，他来了。四妹，师兄啊！昔日永中两相会，月影的心意你明白，只盼你早日还月老，为何至今不曾来？四妹，我正为此事来找你呀。今日为家兵老母，饥渴相还大妹来，无奈临阵几句缘，还以我们的
不相配。强女儿来，老夫娶你龙家亲，为对女了人家美。人家冷逼不自知，冷逼真。
向来不得违抗。你何知道宋弟弟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弟开门，小弟开门来。莫非师兄有急事，去而复回？子怡，快开门去。听我掌灯去。师兄有急事，去而复回。我玉瓦旦设府房。其实嘛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啊。子怡，不要叫。子怡，快来。
里为知道？遇见小姐生生意，陈官面当喜开心，小生非是屁股，原是你飞黄的姑爷难的真。请此言如何判？夫妻还与对对称，那当黄多不自私，一场血泪为相妃呀，今日一定把你拿赢，孩子明白没家产，夫妻情分既定何不放？怎么样？何不放？情情念念，年年情情动情啊！一给我当！哎，不要打！哎呀，不要打！最喊就要你的改名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小姐众生一句一托，你快快撕了这条这信。事实不算，这三次清风绝不饶过你。哎呀，玉书姐，把聘礼拿回去。是。哎呦！哎呀，我老早就想滚蛋。哎呦！这将是以当了小姐，她岂肯与我关系？一不做二不许，说说为嘛你我离夜到这两方？你快去告诉龙公子，等我有了安身之词，便报信于他。真是。放开了龙飞翠凤，天涯海角最匆匆。
进孤山去吧。起来！唤你一声母女，你拒亲，何不为国报药？恰在此落草为客，姑娘欲所不知啊。在下此身本良民，真世道太不平，在郎府帮乱乱应官的就把乱起来。请问真姓大名与何缘起？姑娘啊，金龙本是我姓名，世代为官忠良臣，可见着领兵部，害我一家在门内。我大难不死这家营，不分出到上上里。你我都是被人家所害之人，我的姑娘也遭不你，好话听了。我家是在李成亲，为父城内生重病，只因那人家小姐硬逼婚，害得我茫茫天涯负此本。原来是此啊！小娘人兵将你操军，其内随风神飘零，莫是上我到花上去，你听到男子只为娘亲。重病子女，岂能落草为强人？小姐，桃花山上举起旗子，有朝一日你肩当保佑国家安黎民。小姐，你们可以自报俺两次新婚，金龙愿对天明日。既奉我产子，必须听我号令，死生不说，须怪我不讲情面。愿听姑娘命令。你们听了，一波子杀杀好百姓，二波子采花不乱营，劫富济贫安良民，专为人皆当不平。贪灯十层。
子且严重的严重，要为们要随我龙家抓人去呀！人家走，赢得四妹情意切，不从无名思相随。实际是以来报喜，姊妹口味已出转，我本当天在房中。内老你看书，越思越想越烦恼。弟子他无人相聚在。你不在蜀王读书，就要跑
回房去吧。弟弟，请坐。儿啊啊！为父把官把家为，指望你都是上进光明媚，我想你留恋家女，什么恨无相聚两相配，至今不教连续会，一丝希望相见怎会？弟弟呀，弟弟家书儿明白，春季当道自难在，无语四妹共你问，青梅竹马两无猜，一对相聚做媒真，无良是天老地荒之不该，十天是以来报信，若因已经到村外，孩儿要去将他找。你说你一帮家园真无赖，本性公道才是王，待等经济不成为，咱们回归计划队，到那时领取所女言不弟弟，孩儿非四妹不娶，四妹非孩儿不嫁，此意已决，弟弟明镜。哎呀，你呀！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情况？刚才是一来报信，说是冷妃丈夫刚往家私通她或三强她，就要派兵抓上来了。人在心头必报。
衙门去。按老的说说到成为。弟弟，昨日闯下大雾，岂可连累于你？弟弟，你快到罪了吧？不，你怕怎吧？弟弟，不孝儿生与你在一起，死也与你在一起呀！为吾年迈已多用，年轻伤口有作为，千金海阔看到底，他乡好光去扬威。有朝一日名士的生辰缘，我倔强之下小言开。好发人射出断肠王，真不叫人滚长心。大相公，这个道送他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孩儿啊，你快从后门到走吧。哎，杀不得弟弟。哎呀，孩儿啊，不是一是女侠，你与我走吧。莫奈何百匹老母来门山。相公快走！弟弟。龙三位，你父子私通强盗，该当何罪？无良为逃，这个万死。放了。你这老儿一力到衙门去社去，我来问你，你儿子呢？不知道。李龙哟，将这老儿带到衙门掌刑，随我去抓龙儿官宝。我王妃小姐之命，带来接龙公子上
个声音好像是龙龟宝。哦，与我紧紧的追呀滚！是。民事中。
人，还我无事。你不要命了！此话怎讲？这上龙上桌，忙水出门，你让这次才教，大概是当孙及他们当爹心。此山中果真有马匪？我还会骗你？你看，我是天天这次当拉的人。原来是为女英勇，多蒙地心，小生这厢有礼，这厢有礼。真是个死呆子！喂，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，怎么一人这次皇上也礼？哎。姑娘啊，小生家是在山东，毫无昔年把中逢，我命官报本姓龙，一帮家人争得中。今日一帮家人共事泪落皇上中，这位小姐儿女英，我与她相聚为证，结了盟。林小姐结婚不在心为，父母父子把道通，无可奈何好成为。那儿有因想起你，他也是逃出家门无影踪，听话以来心气软。公子啊，我也欲伤心事意中。请问姑娘芳名？张桂英是我命我心思配起舞你朝中，老夫名将张国忠，雄为显赫贞观中，他只因刚才并他你不愿却西八折中，能出一本黄言咒，我无与比天牢中。原来林真与我父是同朝为官，也配人之所为。你我真是同病相怜啊！外语听我无缘出世，为官自修其从，替官当事人家奴，你那一乡最匆匆，不投情不语到此生。当那为生财上龙，
进举师，今年上当大比，另外是进京复考，才能高中，也好上元报仇。对，不过此去京都千里迢迢，女兄我。不要紧，这里金才子送一姑姑作为路费。这怎么死的？哎呀，叫你收下，你就收下。此次多谢你们，上马吧。上吧，我送你一程。我男人骑马，你女子走路，死不得也，死不得也。哎呀，这话说乱了，你管什么？上去吧。这个上吧。姑姑，我扶你上去。好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什么声音？不好，是贼兵来了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与我领你去斩敌吧。是。从官报骑马到最前，我是说怎样子？原来是一个黄毛丫头，尽管当是我的去路，与我拿下了。哎呦！相举呀，兄长被马带住，定算上京复考，这相举恰掉在这里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等我再送上京。相思去京都，千里迢迢，我一个姑娘家，度日不便啊。我不把兄长衣裳穿上，给把暖帐带上相机上京去。人知道穷人事业多用，要哪里子莫负就是解不开。
西绿营中少谁？有请。小弟一累门北京长远宫，这就不管当了。那儿怎来我？有话请讲。得来上长远宫当庭一功神，不只要当庭无神，此生和长远宫乃是同乡同姓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正龙官宝。他登门要找龙官宝，吓得我心头比比跳。我与他素来不相识，定然是既然命他来助长，碰上十铺真地貌在他屋里头，我命难逃。状元公，不知你可认识那龙魂宝？我与他们怎么样？与认得，与不认得。此话怎讲？长远宫听了。我与他素来未见面，不认识。我用上我遇见他的用道，是他父子私通桃花山，因是让亲民做那最难防。我今日寻访到府上，长远宫里披毛变色为哪条？一人哪有龙魂宝？小魂哪里为此难容？你要找他彼此去，须在此地走路上。是此色来，你不认得龙魂宝？不认得。那你可认得我啊？以前从未见过。你不认得我，我倒认得你。哈哈哈哈！想来当当辛苦长远，冤家三人，这今日之内，千万不认识我啊！啊！哈哈哈！动！龙梦境啊，龙梦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分明你就是龙官宝给你。
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哟！常员公，你睁开眼睛仔细讲，我与你怎么样？曾一定进来两相交。不对呀！眼前分明是男子汉，背影却是女窈窕。上龙山到此路迢迢，他怎会无常去赴汤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妹，你因我是次当饭，又怎么会到京都来的？姑姑啊，从山上吹上龙，女扮男装到京中，擂台当时能嘉奖，副唱得中常员公。日前文昌发了榜头名，状元恰兴隆，安称我妃是你兄，多次团茶到府中。原来姑姑，嫂嫂可以消息吗？上无下落。不知你们夫妻相为以何为计？只有一文一武相救一对。此次这相具居然放在我这里，我替你去找。这个你放心，嫂嫂抱在我的身上，一定找到外力。只是多谢你妹。两位常员公，
有兵部冷大人上边启奏，声明副科长为张官报挂杀，本科长为龙龙警卫县官，冷不正监军立即发兵增加桃花山。一道枪影四三重，天子很多几人凶。实际今天发本罪，孤算他还在心中。人家将他公报私走全热龙，名利挂在外与苦，死生怎能当先锋？人必真精神当监军，分明是要我明烧桃花。
没有，没有。月影的相聚不离身，他的相聚不踪影。师兄啊，恨你相聚在何处？相聚一花归阴森。好似女生命，为何相聚在他身？各自归阴他是谁？他就是辛苦副状元张国良。哎，副状元那是男人，不，反乱中他实实在在是女神。她果真是女神，果真是女神。多大年纪19岁，相貌是何花容月貌，与四妹不相上下。这枪放下了，表弟叫你帮你就帮。四妹，怎么把你绑起来了？那可是你四妹，你听我谁呀？都也绑上去。四妹。
在何处？被我绑上山来了。快打来见我！即将绑上来。敖兄，你把帮送来也好受啊！哼，快在宫邸门上，即将与他送绑子。启禀寨子，那张官宝来得厉害，口口声声要寨子放出龙仙宫，时常不在，定要他兵天杀。他口口声声要官宝，我皇上驾驭怒气高，手提人枪掐三千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杀了张国邦，我还难消。弟弟，为什么不帮我拉住他呀？小畜生！你做的好！你比南王明才大儿，为吾陪吾曾死去，多亏严心怕兵来，杀身王师将我去。他对你情深意重，难尽点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，报心为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我能问你，你为何把你和玉英定情之门认成好生？弟弟说的可是那相君？真是弟弟呀，小生弟弟你不知情，我只会将相君认他人，这因失落在途中，你们保证运到死境。你们孩儿途中女归阴，多亏他奋勇退贼兵，你几进来为兄妹。哦，原来是此事。阿呀儿啊，两不相对，必有一伤，你快快下山劝阻去吧。对，我心急意忙走一程。
官非有诈欺难下。
恨须离去把小姑讲。三层多一老妈，把小姑不要牵回。本小弟是不好，为他因小姑因自丧。他儿子母金楼，离婚分居。这正是大赛冲到了龙王庙。是嘞，你是我的妹丈了，你也是我的妹丈。你也是我的嫂嫂，不顾嫂嫂今天老到了，这相局外机密。哈哈哈哈哈！今生你们两对夫妻相会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见当女子有家难归，以老夫之见，就在这手上残求生，等待时机杀灭颠倒，为国效劳。好，来呀，打开上门花灯结彩，与两对夫妻把当成